家好，我係愛妃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多功能美容儀。點解話多功能呢？因為佢全個身體任何一個部分都可以用，所以就係一個多功能美容儀啦。一部機可以貨你全身，你話有幾正呢？噔噔噔噔，就係佢啦。咁我而家介紹下呢個機有咩咁正俾大家嚇。首先撳着佢。開關3秒，第一個模式就係面啦，第二個模式咁多下肚仔，第三個模式手臂，第四個模式腳部，第五個模式胸部。再想調節強弱度呢，佢可以撳上下掣，上掣就係加強力度，下掣係減弱個力度啊。跟住，如果閂機，只要撳開關掣3秒就可以啦。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下點樣用呢部機先。首先，我攞個尺啦，度一度我個手臂先，有幾粗。我度中間位置啦，我度中間位置，睇下我有幾粗啊。好。25 cm， 25 cm， 25 cm。如果用手仔嗱，要攞個 gel 搽落個手臂度啦，因為我哋有拜拜肉啦。係啦，搽咗少少，搽咗啲 gel 落去先。嗱，撳着佢，我哋校手臂嗰個模式。嗱，我哋有強弱度啦，我先用最弱嘅強度啦，將佢推開佢，推開佢已經有感覺㗎啦，有啲微電流嘅感覺。因為咧，佢如果佢推5分鐘咧，可以幫你收緊你個拜拜肉嘅。好啦，而家我就碌咗5分鐘啦，我度下而家有咩效果先。我攞翻個尺出嚟度下有咩效果。好嗱，當我碌咗5分鐘啦，差唔多。而家我度翻，你睇下，差唔多細咗0.8至1個 cm 啊！我只係碌咗5分鐘咋，同一個位置。而家我再同大家示範碌面。首先攞支膠啦，搽喺個面度。搽少少喺個面度，跟住開着部機，面部，跟住佢碌面咧，佢又會有個提拉感嘅，同埋將你咧保濕嘅成分咧都會提高嘅，可以變成 V 面嘅。碌5分鐘，佢可以有個將呢度。大家睇下個分別，頭先呢個位咧應該係脹卜卜啲嘅，而家應該係 V 面咗。你睇下呢度扯咗上去，提拉感亦都高咗好多。我只係碌咗5分鐘咋，5分鐘佢可以提升個面嘅輪廓，瘦翻4%，瘦翻4%。好，因為呢部機咧，佢頭先發出嘅紅光咧，佢係可以直接滲入你個皮膚，由表皮層滲入到去底層，每一層都幫你調節翻你嘅肌膚嘅。所以我哋用佢5分鐘咧，面部嘅膠原咧可以提升80%，手臂、上臂如果用佢5分鐘可以提升8%。腳部如果你用佢5分鐘可以提升6%，個胸部咧可以提升20%啦。不過要連續使用14天啊，連續使用14天就會有呢個效果。你話誇唔誇張呢？呢部機佢個光嘅功能可以延緩衰老，從根源幫你改善你嘅肌膚。佢個細胞光源直入基底嘅，好少機可以做得到㗎，只有佢可以一部機
用晒全身嘅身體，任何一個部分。仲有呢度有個功能，開俾大家睇。旁邊有兩個掣，我哋撳實佢，可以將佢吐出嚟。呢個可以清洗嘅，跟住紅光就係喺呢度發出嚟啦。同埋呢一個機，佢仲有一個安全模式嘅。點樣係安全模式呢？如果你同一個位置停留超過5秒，佢就會自動熄咗嘅，因為咧有啲人可能睇緊電視啊，碌，佢會灼傷個皮膚啊，所以咧佢有個安全模式。如果停留多過5秒咧，佢就會自動熄嘅啦，機非常之安全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部咁多功能嘅美容儀，留言加1話我知。